喺你熟悉佢之前，佢已經係紅遍韓國最受歡迎嘅節目主持人，當紅4人女子組合嘅主音，亦都係獨當一面推出2張 single 嘅女歌手，年輕人崇拜追隨嘅偶像，時裝模特兒、廣告代言人。2002年度獲得 MBC 電視台02年度巨星頒獎禮最佳電台 DJ。2003年度所獲嘅獎項包括 Mnet 音樂節個人獨舞組別女藝人獎、漢城流行音樂節及流行歌手獎、體育日報03年度流行歌手金碟獎、KMTV 歌唱大賽大獎及流行歌手獎、SBS 歌曲節03年度流行歌手獎及最傑出歌手獎、KBS 音樂節流行歌手獎及最傑出歌手獎、MBC 音樂節流行歌手獎，全方位嘅藝人。今日佢成為第一位正式加盟香港唱片公司嘅韓國女星，勢必震撼本地娛樂圈，轟動樂壇，全城矚目。佢係李孝利。我哋見證1999年出道，我哋未知嘅容祖兒，由樂壇新力軍對有前途新人，勁爆新登場歌手，到白金唱片銷量，我哋不容錯失嘅容祖兒，然後係人氣女歌手，最具潛力歌手，飛躍大獎女歌手，我最喜愛女歌手，10大優秀流行歌手，我哋痛愛嘅容祖兒。終於03年成為港台全年最高銷量女歌手，新城勁爆女歌手，商台叱咤樂壇女歌手，勁歌最受歡迎女歌手。我哋爭氣嘅容祖兒一路進步，我哋一一見證，聲威震樂壇，全民愛戴，傳媒寵兒，英皇娛樂嘅驕傲，我哋嘅容祖兒。